自从创世纪初宇宙诞生的那一刻起，代表地狱的恶魔便想与天堂掰一掰手腕，而这一等就是6000年。现如今加百列离奇失踪，天堂与地狱都在抓捕他。颇有野心的沙克斯想借此名义攻打拉斐尔的书店，挑起天堂与地狱的战争，顺便抓住加百列，在他的主子撒旦那里邀功。To storm a bookshelf。夜晚大街空无一人，大量恶魔突然闯入地球，难道是在拍摄群尸王过界吗？书店内部正举行 LGBT 的社交聚会，拉斐尔更是玩嗨了，明知威胁向他逼近，却满不在乎，因为他自信的觉得书店就好比天堂驻地球的大使馆，这些小场面完全可以掌握。I think you're overestimating how much trouble we're actually in. 结果下一秒就啪啪的打脸，如果60秒内不交出加百列，沙克斯便会毫不顾忌的赶尽杀绝。得知对方的来意，加百列便要牺牲自己换大家安全。失忆的加百列的确与以往不太一样，不过他还没搞清形势，之前他的气息被奇迹隐藏，就算他亲爹来了也不一定能认出他。果真逗逼的加百列被认成冒牌货。无奈克劳利说了一大堆地狱的规定，唬得沙克斯一愣一愣的。最后他同意先让屋内的人类撤离。I just made up a rule that's too stupid to check. I'm getting the humans out of here and then I'm coming back. I won't leave you on your own. 送走人类后，他猛然发现角落有个小天使在吃瓜。讽刺的是，恶魔克劳利进去找天使报警，面对这种局面，小天使也不敢管。见他吞吞吐吐，克劳利便改口说是逮捕自己。等到了天堂，克劳利就不认账，吵着要去档案库。虽然小天使脑子不好使，却看出克劳利这身衣服是个显眼包，往往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。米迦勒与克劳利擦肩而过，竟没有半点怀疑。其实克劳利潜入档案库，就是想看加百列为什么会失忆，到底是谁抹除了他的记忆。可小天使级别不够，不能越级观看大天使的档案，于是克劳利只好亲自出手，毕竟他从前也是个天使。How she do that? I haven't always been a demon, and they never changed their passwords. 随着档案打开，克劳利也被惊掉下马。众天堂全票赞同与地狱再次开战，地点依旧是在地球，但大天使加百列却极力反对。第一季中加百列明明也是主张开战的呀，现在又为什么会不同意呢？没办法，其他天使请来上帝的代言人，结果他也是个好战分子，并且他将加百列降为最低的38阶小天使，甚至还要抹去他的记忆。听到这些，加百列突然想尿尿，等他再次出现，便一丝不挂的拿着个纸箱。之前他去找拉斐尔就是穿的这身行头，不过克劳利却看到加百列临走前在纸箱底部写下了一行字，还掉了一个火柴盒。克劳利很好奇他究竟写了什么。很快米迦勒失去耐心，要利用生命之书远程抹去加百列的记忆，却发现先一步被人抹除了，加百列也失踪了。 I think we've struck gold. 而地球这边，恶魔已经开始踏入书店。拉斐尔果断开启法阵警告对方，前面的恶魔胆怯了，要当逃兵，没想到被沙克斯嫌弃的一招给秒了，退路被切断，只能硬着头皮前进。但凡是进入法阵的人都无一例外的被肢解，头上特大号的吸尘器逐一榨干他们却黑的灵魂。不过恶魔也不会就这么简单，其实前面送人头的是杨公，真正的目的是从后包抄。不巧的是后面没有事先布置法阵，危机时刻只能用书充当武器，这可把拉斐尔心疼坏了。要知道这些书可是他的宝贝，很多都是原作者的手抄版。气急了的拉斐尔准备放大招，势必要团灭所有恶魔，慢慢取出自己的天使光环扔向楼下。天堂与地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天使一旦使用光环，就意味着天堂向地狱正式宣战。 And they've just started a war. 在天堂的克劳利也听到号角被吹响，此刻他的处境有些不乐观呀。紧接着天堂与地狱的高层齐聚，当得知开战只是个乌龙，天堂与地狱都失望透顶。克劳利想起纸箱底部的那行字，上面写着我在苍蝇里，难道是加百列的记忆在苍蝇里吗？就连加百列自己也懵逼，而唯一能操控苍蝇的只有地狱大公爵别西卜，他又和加百列有什么关系？